现在很多年轻人在上班跟上进之间选择了上香，他们在办公室里面摆各种各样的东西，然后自己买各种各样的这种小挂件、小手串，这真的有用吗？还是說真的有一些獨特的一些方法可以幫到自己？喺現代社會嚟講咧，有一套嘅物理學叫量子物理學。其實量子物理學咧，其中一個重點咧就話咧，每一樣嘢嘅物件佢都有能量嘅。就算你一個石頭，咁一花一草、一樹一木、一本書喺度，佢都有能量嘅，本身係會。咁呢啲佢就係量子物理學。而呢啲能量咧，根據我了解咧，就所謂產生咗正能量同埋負能量。咁你話一個係辦公室嘅人，咁佢上班一族咁樣，佢如果係擺啲某啲嘢，譬如擺盆花喺度，或者擺條鏈喺度，咁或者係有啲係吉祥物喺度，會唔會真係有影響咧？其實呢個真係有影響嘅，因為如果根據呢個量子物理學嚟講咧，你擺唔同嘅嘢嘅時候咧，佢產生某啲會產生嘅正能量，有某啲產生嘅負能量。當然，如果喺我哋呢個係我哋玄學嘅角度裏面嚟講咧，我哋會係建議一啲咧擺啲咩擺設咧，係根據個人咧你嘅命格而建議嘅。係就算我哋用咗呢個 AI 嘅系統都好啦，我哋唔會隨便話個個人建議得一樣嘅，而係根據個人嘅度身訂造。甲乙丙丁個個人咧，佢出生嘅年月時都唔會相同，佢五行嘅金木水火土都唔會相同，咁佢嘅命格裏面嘅星象亦都唔會相同。咁根據唔同嘅命格，根據唔同嘅八字嘅五行等等樣咧，我哋會建議唔同嘅人咧，就算佢係喺個死字台裏面講一啲小嘅飾物、小嘅擺設，其實都係會可以增加到佢嘅正能量嘅。所以唔好忽視呢啲咁嘅小擺設，以為真係冇用。其實如果擺咗落嚟嘅時候咧，少少嘅改變都已經係好啦，係咪？唔一定話大嘅改變，唔一定令到佢變咗由一個普通嘅文員升咗做呢個 CEO， 唔一定可以做到咁樣。但係少少嘅改變，令到佢譬如話平時嘅工作會順利啲，人際嘅關係喺機構裏邊嚟講咧，人際關係會好啲，甚至晉升嘅機會提升咗少少，都已經係有幫助㗎啦。